完全搞政治泡面。平常治国不认真，选举一到搞抹黑，热开水一冲，马上一碗政治泡面可以吃，直接抹黑对手。世界上有这样子从事政治活动的吗？主席陪同我们的韩市长一起上台，欢迎主席，欢迎韩市长，韩市长，韩市长加油！民进党这些政治领袖拿到的选票，屁股做了好的工作，吃香喝辣，贪污腐败，派系分赃，治国无方，犯了错还要硬凹。选举一到，就搞抹黑，完全像泡面一样，肚子饿了热开水一冲，2分钟就可以吃一碗泡面，完全搞政治泡面。平常治国不认真，选举一到搞抹黑，热开水一冲，马上一碗政治泡面可以吃，直接抹黑对手。世界上有这样子从事政治活动的吗？他们的逻辑、想法非常简单，自己不努力、偷懒、贪污腐败没关系，只要把对手抹黑就可以继续执政。控制媒体，90%以上台湾媒体今天已经不监督执政党，这是什么事情？这是民进党几十年追求的台湾价值吗？90%的媒体，加上几万、几十万的网军，监督一个反对党的候选人，又老又丑，头又秃，全部只监督这么一个人，这是什么民主？我们台湾不能再这样的窝囊的走下去，为下一代的年轻朋友投下一票。世界忘记了台湾，台湾也忘记了世界，我们整个国家被锁住了，台湾人走不出去了。下一代年轻人要怎么办？为整个台湾社会投下一票，为我们热爱的中华民国投下一票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，中华民国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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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